飛咧嚟到我哋頻道喎。好，大家同我打招呼先。Hello。OK，Hello，大家好。咁其實小飛咧從事呢個心靈夜明師嘅工作咧，都有一個相當長嘅時間啦。咁其實好得意喎。咁其實原來每個人咧喺身心靈呢個路線嘅發展咧，都會有自己嘅性格特質嘅喎。嗱，小飛咧本身咧其實從事身心靈嘅工作嚟講咧，冇偶然嘅。本身咧小飛係屬於一個我叫6號人啦。如果喺身心靈呢個嘅數字嘅排位嚟講咧，6號數字咧就係呢個靈性嘅區域嚟嘅。咁同埋一樣嘢喎，小飛除咗6號人咧，佢仲有一個叫336。336咧，尤其是咧對一啲叫做靚啊，或者對一啲叫做創新啊嗰個發展嘅方向優化上面咧，係有一個特別嘅要求。而都無獨有偶咧，小飛咧呢個336咧兩個呢個號碼嚟講咧，都係喺呢個靈性區域裏面發展嘅。所以變咗咧，喺數字嘅玄機上邊咧，就已經俾我哋去了解到咧，原來小飛從事身心靈呢方面嘅工作發展嚟講咧，係你話上天安排也好，定係後天嘅一個嘅改變也好，其實都有一座發展嘅助力嘅。皮文上邊嚟講咧，咁有啲乜嘢我哋就睇到咧？咁頭先啦 J Sir 你講話小飛喺身心靈嘅發展咧，都與生俱來已經有呢個好似天職咁樣啦。咁其實喺皮紋上面咧都會見到嘅，因為咧我哋首先講啦，10隻手指嘛。咁其實你10隻手指裏邊咧，嗰啲紋形嘅組合咧有啲乜嘢咧？我會講下有螺旋紋啦，有雙肌雙斗紋、伸長紋同埋正向孔雀紋。咁其實咧呢一款嘅紋形咧，其實佢哋都係一個家族嚟嘅，咁就係屬於咧叫做斗形紋嘅家族。咁所以咧，其實你10隻手指裏邊咧，幾乎咧我哋會講100% 認知型啊，即係話本身嚟到呢個世界已經好清晰自己要做啲乜嘢啦，個方向啦、落實啦、執行啦，其實你自己本身係好清楚嘅。咁再加上咧，我個身心靈喺邊度可以睇到咧？咁其實就係因為你比較多一啲叫做孔雀紋啊。孔雀紋型啦，咁同埋一啲伸長紋啦，我哋都會講咧呢一樣咧係關於對於外界啦嘅一啲感受啦、感知啦，同埋自己咧，譬如我哋會講嘛，我哋接收信息嗰一 part 啦，咁其實咧你與生俱來擁有咗呢一啲紋型咧，其實就係已經有呢個天賦，有呢個 challenge 喺裏邊，咁就係只係我哋成長之後啦，我哋長大，我哋點樣可以加以去發揮啦、運用出嚟啦。咁同埋咧喺我哋會講你個邏輯思維區啊，即係因為咧邏輯思維區對於一個成年人其實個影響都幾大噶嘛，即係成件事由點樣去諗發展啦，直至落地啦，執行個 plan 要點樣去做咧。咁其實喺我哋嘅二區都幾成日要用到啦，我哋。尤其是對於人啊，嗰種嘅感受係特別強。有時可能咧，你未必要同佢講嘢，你可能睇佢一眼，你就感受到佢個氣場啊，當日個狀態係點樣啦，個能量嘅高低啦，或者我自己同佢中間可能大家可唔可以夾到溝通到啊？其實你係好敏感嘅，你係好快已經可以知道呢一樣嘢。咁所以其實你感受性咁強咧，就係與生俱來俾你嘅呢一個天賦啦。咁另外數字上面又可以睇到佢再點樣其他方面咧。嗱，頭先 Mimi 有講到啦，佢好着重人之間嘅感受啦，同埋感知對方究竟嘅狀況啦。咁正正咧，其實咧喺6號人裏邊咧，本身嘅性格咧就係一個叫付出型嘅性格。付出型嘅性格係咩咧？尤其是喺責任上邊，佢最緊要咧就係咧，大家喺任何事情上邊咧，一個大同世界，事事公平嘅，唔需要去分清楚咁多嗰個利益嘅關係，甚至乎有時某啲情況下，佢基於對方嗰個利益着想咧，因為一個承諾，佢可以犧牲自己嘅一啲部分嗰個嘅價值。而成就咧，對方去攞到佢想要嗰個嘅目的，咁呢個都係6號人嘅一個性格嚟嘅。同埋另外一樣嘢咧，6號嘅人咧，天生咧去關懷別人嘅一個數字。關懷別人嘅意思係啲乜嘢嘢咧？佢對自己嗰個要求嚟講咧，佢唔係冇啊，只不過就係佢對於承諾嗰個要求，尤其是佢睇到一個身邊嘅朋友，佢認為佢應該要所得到嘅係有咁多咧，佢可以為別人發聲，就算當事人佢亦冇去爭取都好啦，佢會覺得唔得喎，呢樣嘢係你應得嘅喎，你必須要去爭取嘅喎。既然如果你有怕醜嘅話，唔緊要，我幫你爭取。
咁要問下小飛啦。會瀨嘢嘅。嗱，小飛，頭先你都聽到啦，我同 Mimi 咧，對於你喺身心靈呢個路線嘅發展嘅一個基本你嘅性格分析嚟講咧，聽咗少少啦。咁你聽完之後有啲咩嘢嘅感受啊？我都幾開心嘅，乜原來我咁好嘅咩？咁其實我覺得你哋都講得好啱嘅。咁首先其實講咗第一樣嘢咧，就係其實我係真係會感受到人哋嘅感受嘅，係啦。咁同埋最緊要嘅話，嗰樣嘢咧，即係喺我做呢個行業嚟講啦，並唔係我去感受到人哋嘅感受咁簡單，而係真係我願意喺佢有需要嘅時候，去將可能我嘅能量或者係將我嘅愛去俾佢。咁呢個係的確係真係我而家喺度做緊嘅嘢，亦都係我想做嘅嘢嚟嘅。咁所以係好開心嘅，但係我又覺得好似我冇講到咧，我咁付出喎，我自己唔覺咧。皮紋嘅紋型上面啦，其實你係會自己去接收到一啲嘅可能信息啦，或者嗰個人嘅狀態啦、氣場啦。咁再加上因為你自己其實就我哋會講我好似一個媒介咁樣，即係我接收到呢樣嘢，咁但係我嘅下一步我點樣做咧，或者我點樣可以幫到呢個人咧？其實你就好快去結果導向，即係目標導向，即係諗解決方法啦。可能每一次都唔同嘅，因為嗰個人嚟到嘅個案唔一樣咧，咁你都要用一啲彈性啲嘅方法啦去處理啦。咁所以其實你會好知道點樣做之後咧，有時未必一做即刻 work 噶嘛。但係勝在係咩咧？你嗰個堅持度啊，因為你孔雀紋比較多嘅朋友咧，原則性會強啲啦。我哋會講嘅係執着。你個執着性都好強，所以就變咗喺處理嗰件事啊，或嗰個人嘅時候，可能未必即刻處理到，你會有少少唔忿氣啊，少少唔甘心啊，即係覺得冇理由我搞唔掂嘅，冇理由我處理唔到嘅，咁你就會不斷去諗方法。咁其實呢個過程裏邊係你累積緊啲經驗，因為你亦都多一啲我哋會講嘅新長文啦，就好似一個圖書館咁樣，其實你就要需要累積好多唔同嘅 case 啦，唔同嘅經驗啦，然之後點樣可以每一次再精益求精，點樣每一次拎得出手嘅都係幫得到人之餘，仲係會有你嘅自己 style 咯。咁啊，頭先阿 Mimi 咁講咧，其實咧同你嘅性格真係好相關。你話其實點解我又唔覺咧？頭先 Mimi 講你係一個100%型智型啦，係咪先？咁但係其實咧喺咁多個數字組合上面咧，你講起執着呢樣嘢咧，係唯獨有一個組合咧係特別對事情嘅要求係執着嘅。就係336呢個組合啦，而336呢個組合咧就係咩咧？佢對事情極致咁講啦，需要唔係完美，係需要唯美。即係喺你眼中嚟講咧，喂，100分呢個係基本嚟嘅，點可以再交行貨咧？即係如果甚至乎你話交低於100，對於你嚟講，你係唔會放過自己啦，你係會更加去追求自己。我最少要交一個嘅人哋嘅滿分，甚至乎你仲會喺每一次做完你嘅事情裏面咧，你人哋做完咧就算數噶啦，呢個個案就結束啦。但係你仲會咧研究，唔係喎，裏面做緊啲咩我可以做咧？其實除咗係為對方，第一可唔可以再做多少少嘢？第二樣嘢你就係每一次你都係考驗緊自己。我喺呢一次裏面，我可唔可以再有地方需要去提升或者優化咧？下次我可唔可以做得更加好咧？呢個自我要求咧，喺咁多個號碼裏面咧，336呢一個要求性咧，個原則性係特別強嘅。所以不到黃河心不死到最尾你交出嚟嘅，你只會超出你自己嘅範圍，而對方咧係都未必知道嘅。因為做咗都應該噶嘛，係咪？啱唔啱？其實係佢嘅要求高同精益求精，頭先有講過啦，已經。再加上就係因為你認知型強啊，適合做呢個身心靈嘅。因為點解咧？其實我哋身心靈要接觸呢啲個案啊，或者其實佢都係比較負能量啲啦，能量比較低啲啦。咁但係其實你自身個保護力都幾強嘅。變咗去接觸佢哋嘅時候，冇咁容易俾佢哋一啲情緒拉低咗你。咁但係其次咧，就係因為有時候你會覺得處理嘅過程裏邊，即係以下需要留意，就係如果譬如你中間
要處理一啲個案嘅時候啦，可能初次接觸啊，或者未真係你覺得處理得咁好嘅時候，其實你自己會翻 loop 啊，自己夜晚咧會瞓唔着啊，自己喺度諗啊，其實可以點樣做得好，你會自己同自己對話比較多，咁所以就會變咗咧即係有時我哋會講嘅一啲內耗，因為其實只不過你係想做得更加好嘅啫，其實唔係好願意將自己一啲掙扎位啊、心底嘢咧會講，即係揾人傾訴啊，或者你要揾一啲好志同道合咯，好第一次見或者好啱 level、好啱 channel 可以講就先，係啦，咁就會好啲。咁所以呢一個係你嘅一個 release、一個釋放嘅一個途徑咯，咁樣。咁呢個位可以即係有時同自己講，擺埋一邊先，試下放鬆啲先咁樣，因為太認真啫，只不過係咁呢個都係一個可以留意嘅位咯。多謝。其實因為最主要一樣目的，佢有心裏面有個大同嘅遠景啊，而呢個遠景係佢自己想睇到嘅，令到咧你自己咧係唔識得攰嘅原因，係因為遠景大，自然就要需要一啲長時間嘅一啲嘅累積啦。我哋行得慢唔代表我哋係會俾人落後。只不過因為我哋條路需要好長時間咧，去慢慢咧去為個遠景去努力啫。咁呢一個都係我哋見得到阿小飛行緊一個不簡單的路。我係覺得好得意啊！即係咧點解可以咧係喺即係望下個手指啦，跟住然後咧就可以睇到咁多嘢啦，係啦，知道我出生日期你又可以睇到咁多嘢啦，即係我覺得好得意咯。有冇啲咩可以係點解啊？咁因為我哋民營咧就與生俱來嘛，即係我哋去旅行過依度出咗去會翻到嚟，咁所以我哋就用咗呢一個手指紋咧嚟去了解我哋個性格啦。咁所以其實同埋唔同嘅10隻手指嘅組合出嚟咧 amazing 啦，同埋見到好多唔同人嘅一啲特質啦。咁我哋就我聞我數咧，就係透過我哋用皮紋啦，同埋生命數字咧，就去了解人嘅性格。現今呢個亂世裏邊咧，幫下多啲人啦。其實你有另一個出路㗎，可能或者你可以了解多啲。原來其實我自己唔止咁嘅，或者我點樣可以好好發揮我哋自己嘅 talent。喂，出生年月日每個人嚟講都可能有機會有重複。而我問我數嘅宗旨咧，數字上邊其實有自己嘅組合變化，每個人都會有不一樣。但係皮紋上邊咧，再加埋咧，每個人一定係天生獨有嘅。咁而因為兩者之間咧，就等於你自己本 passport 一樣。你每個人都要擁有一本好特別嘅 passport。咁所以好自然一樣嘢，你就攞住自己呢個通行證，究竟我要去邊一度旅行，或者究竟我要去走邊一個生命嘅方向，往往咧已經上天有份禮物咧，已經送入俾你啦。只不過就係我哋未去開發，未去了解自己嘅自身嘅潛在嘅能力咧，而令到自己咧未行到嗰個部分嘅啫。嗰個皮紋啦，同埋數字咧兩方面咧，幫助我哋身邊嘅朋友咧，可以揾到自己嘅方向，就等於你工作係咩啊？心靈夜明師一樣啦。我就會有一啲新嘅嘢想做嘅。咁而家咧，其實方向係有噶啦，究竟實際落實點樣去推行咧？其實係未有一個好清晰嘅即嘅行動可以係做得到嘅。你哋有冇啲咩建議可以俾到？或者 Mimi 喺皮紋上面有啲咩反映到出嚟咧？咁喺小飛嘅皮紋報告裏面啦，咁佢嘅 R1 即係我哋嘅右手手指公呢一隻咧，咁其實呢一隻咧就係自己同自己嘅關係嚟嘅，即係自我要求啦、自省能力啦、自尊感咧，都會喺呢隻手指反映到出嚟。咁而呢一隻手指咧，你係雙斗紋，好願意去接觸唔同嘅方法、唔同嘅人啊、唔同嘅事物啊或者工具咁樣啦，面前嘅個案或者客人嚟到啦，佢有呢一個情況，我就會成日用唔同嘅方法或者唔同嘅工具咧，我好想俾到呢位客人咧去真係理解啊，或者好清晰咁樣去收得到我現在有啲咩課題要處理，或者我處理嘅方法係點樣啦？呢一方面係好事嚟嘅，係令到自己嘅個案更加對自己提升信任度啦，同埋真係可以好清晰明確咁樣俾佢知道點樣可以實質上幫到佢。但係另一邊廂就會點呢？因為你不斷去諗啊嘛，你有時我哋會講話 overuse 咗，即係過勞過分咗嘅時候，咁亦都會令到自己咧好容易咧，好似燒乾咗個電池咁樣啦，咁就會容易咁樣內耗啦，或者我要不斷去尋求一啲新嘅方法，咁會有啲叫做 hard push 咗自己，即係會逼咗自己去到一個位，係啦，咁所以呢一個位咧有好方面，亦都有另壞嘅方面，所以你自己要去點樣去拿捏嗰個
掌握嗰個度咯。咁啊，好似頭先阿咪咪咁講啦，因為阿小飛本身嘅原則性好強，係咪先？咁亦都本身咧喺數字上面可以反映到一樣嘢咧，小飛成個組合裏面咧係欠缺咗5號同8號嘅。嗱，5號就係講緊咧自由同彈性啦。呢樣嘢係小飛嚟講咧一個大死穴，因為你有好多你已經預設性嘅一啲嘅判斷啦。咁所以喺一啲叫做彈性嘅處理，或者甚至乎如果嗰個人本身個心太多嘅話咧，反而會影響咗你嗰個嘅工作。同埋另外有樣嘢就係，因為好多時你喺幫你嘅客戶去處理佢個案情況咧，有時你太過唔計較啊。因為8號咧就係講一啲財富啊，或者講權力啊呢啲個數字嚟嘅，唔係話小飛有冇錢嘅問題，你係不停地咧係喺呢個原則性之下，你不斷係加，反而對方嚟講咧喺個過程裡面接收上邊咧佢收唔到啊。反而你點樣可以將你本身嗰個嘅內容咧係可以彈性處理，而唔係話個套餐一定要俾飽晒佢，咁樣精簡化，令到嗰個更符合咗對方可能嗰刻去，我淨係想要呢樣嘢啫，唔使咁多啦。咁樣咧，你可能對於小飛嚟講會更大嘅幫助。咁我多謝你哋俾咗個好清晰嘅 passport 我，咁我跟住然後嚟緊我就可以去呢度、去嗰度、去嗰度啦。係冇錯啦。好啦，我哋今日嘅時間咧就差唔多，好多謝小飛啦，今日嚟同我哋做呢一個嘅分析啦。咁啊嚟緊咧記得留意住我哋唔同嘅片段啦。下個星期再見，拜拜。